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傳媒頻道主持大 N。以下係一則最新消息，據網上流傳嘅一條片顯示，11月15號中午過後，北約克區 Fairview Mall 內大統華超市對出一間手機電子零售店，疑似遭到3名身穿黑衣蒙面人士暴力零元購。片中所見，一名疑似店員曾經從店內櫃位取走幾件重要物品，然後退到店外旁觀，而3名黑衣人士就不慌不忙，慢慢喺店內挑選心頭數，最後再從容離開。期間並冇對場內客人造成干擾。根據舊年同期紀錄，喺差唔多時間嘅上年12月，都曾經出現過珠寶店嘅暴力式零元購事件。當時疑犯離場嘅時候仲顯得慌張，跌跌撞撞。但係今次片段入邊嘅3名疑人似乎仲慢慢揀緊手機，可惜就冇帶錢，只係帶咗鐵筆。至於多倫多近期頻密出現嘅呢一類暴力零元購，警方會唔會加強重視同採取進一步控制措施，有待跟進。年近聖誕，提醒大家日常要更加小心，財物避免太過外露，多加留意，保重安全。